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9。诗篇115篇，伊才安尼讲：耶和华，阳光无伫归伫阮，无伫归伫阮，就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归伫你的名。三甲来祈祷，因为慈爱甲诚实归伫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带你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经曠野，进迦南的独一真上帝。主啊！你是有怜悯、有稳定、无快快生气、够丰盛慈爱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！愿属于你的儿女，伫世间通有一切的丰盛甲满足，拢毋是阮家己的快乐甲才调，因为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。主啊！愿要感谢你，愿要高举你的名。主啊！愿一生拢要来尊你最大。主啊！因为一切阳光拢是出自你，无得归乎阮，就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归伫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